6月7日，防疫的措施大解封，蔡总统并观光的头一站是到基隆的庙口吃小食。总统蔡英文到基隆庙口夜市谁呀？其吃的第一道料理就是蚵仔煎。总统讲小可险就好啊，伊嘛关心讲未来会收3倍关无，希望夜市的观光会当旺旺旺。有逛过庙口夜市吗？我以前教书的时候，常常自己开车来这里吃东西。多久以前？啊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但是这里东西真的好吃。来到庙口的夜市，会记得买一个营养的3到1节，民众看到总统哦，足欢喜的。但是夜市的店头家讲，目前的生意回温2成左右，爱搁加油。从哪里来？咱岛位来佚佗的，哪边来玩的？台北。总统伫夜市啊，最后食的是圆啊，希望讲振兴经济会当圆满。基隆市长林右昌做导游，交通部长林佳龙、内政部长齐国勇嘛拢陪伫身边。这嘛是6月7日全台湾观光和交通慢慢的改进了后，总统并国内旅游的第一站。